兄姐妹平安，平安。我们第一堂举行了很多就任式，非常的热闹，非常的感动。愿神的灵持续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我们现在要一起用这首诗歌来敬拜，来祷告。我举手想祷告，以灵呼吁，驾着我持续不求的能力，我简单要充满神话语，使我祷告征战有能力。主啊，兴起更多祷告器皿，让祭司恩膏运行在这里。愿我们祷告，神注入圣殿，跟随空中黑暗掌权。我举手想祷告，以灵呼吁，驾着我持续不求的能力。我简单要充满神话语，使我祷告真正有能力。主啊，兴起更多祷告器皿，让祭司恩膏运行在这里。愿我们祷告，神注入圣殿，跟随空中黑暗掌权。我见天开了，生活也试着上去下来，看到耶和华荣耀之事从天际卸下来，浇灌我大雨瀑布，充满我如水，充满洋海。我信心旗翅膀要打开，冲破一切死亡阴霾，要得地天地领我上去，那灵魂我不下载。生命提升我们，生命充满我们，生命提升我们，生命充满我们。我们一起来开口，为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教会、我们的社会选举、我们新就任的长子，我们来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一起同心合一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赞美你，主，你是真的是帮助我们同心合一的神。主啊，你的公义彰显在这个当中。主啊，你因为你有你的公义，主啊，才能够彰显你的爱。主啊，在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教会，需要有从你而来的公义，从你而来的爱。主要帮助我们每一个无强人，在你的面前都是一个祷告的精兵，都是一个有公义的人，都是一个愿意互相的爱的人。主要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主要我们需要你极大的恩膏充满我们，主要我们需要你极大的护庇充满我们，主要也保守我们的呢今天所有的聚会，待会的中保代祷差派，以及今天新就任的长子，主要都有你满满能力的同在。主要我们有许多的精兵在你的当中，主要帮助他们每一个人，无论是在教会的服侍，或者是他们自己的私领域，主要都有你极大的同在，极大的真的是与他们的保守他们，让他们每一天都有力量。主要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我举手向祷告的灵呼吁。我举手向祷告，以灵呼吁，驾着我持续不求的能力。我简单要充满神话语，使我祷告真正有能力。我们更有信心的来宣告。主啊，兴起更多祷告器皿，让祭司恩膏运行在这里。愿我们祷告，神注入圣殿，跟随空中黑暗掌权。我见
荣耀之事从天倾泻下来，浇灌我如同大雨瀑布，充满我如水充满洋海。我信心的翅膀要打开，冲破一切死亡阴霾，两个地天梯领我上去，那地宽阔不下沉。圣灵提升我们，提升我们，圣灵充满我们，圣灵提升我们，圣灵充满我们，圣灵提升我们，圣灵充满我们，圣灵提升我们，圣灵充满我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是做新事的神，我们一同站立起来。新的事就要成就，一起来，新的恩膏，新的恩宠。相信神的我恩典，们要恩宠要降临在唱我们新当中。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新的事就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是的，主耶稣在新的一年当中，哈利路亚我们更多的祝福在我们的当中。哈利路亚，主，我们大声的赞美你。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酒新皮带，每天要思想。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酒新皮带，每天要思想。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哈利路亚，主，我们要大声的向你唱新的歌。阿门，哈利主，你的路亚，恩典怜悯降临在我们的当中。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酒新皮带，每天要思想。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酒新皮带，每天要思想。新的事，哈利路亚，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
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虽然主耶稣降临在我们的当中，但将要充满主的荣耀，赞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神。阿门。主耶稣，求你显出你的荣耀，在我们的赞美当中。主啊，在新的一年，我们要求你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彰显在我们当中。求你降下同在，在你子民的敬拜中，求你显出荣耀，在你子民的赞美中，求你降下同在，在你子民的敬拜中。主耶稣，求你显出你的荣耀降临在我们的当中。荣耀，在你子民的赞美中，我要看见，我要看见，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求你降下同在，在你子民的敬拜中，求你显出荣耀，在你子民的赞美中。我要看见，我要看见，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我们呼求你的名，求你恩待我们。我们宣告你的名，求你怜悯我们，求你与我们同行，使我们的安息在你眼前蒙恩。我们呼求你
时代要看见你荣耀，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是的，主啊，感谢你让我们在新年的第一个主日能够有这个恩典来到你面前。主，我们这个时代求主亲自光照，让我们如同摩西当年看见神的荣耀。这荣耀是神的恩典，这是你大能的展现，也是每一个参与者最高的荣幸。主啊，这个主日也是属于你的，让我们在这里聚集，为要看见神的荣耀在我们当中。主啊，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准绳。主，愿今天的礼拜荣耀都归给你，每一位参与的弟兄姐妹，借由我们诚心祈求，借由我们的渴慕，借由我们的敬虔，神的恩典就大大浇灌在每一个参与的弟兄姐妹当中，以及线上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文，来同心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请坐。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第一处的经节记载在以赛亚书第61章1到2节，我们一起来攻读。至高上主的灵到我，他膏立我，拣选了我，要我向贫穷的人传佳音。他差遣我医治伤心的人，要我宣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得自由。他差遣我宣告上主拯救他子民的恩年，上帝惩罚敌人的日子。他差遣我去安慰悲伤的人。第二节经节注载在哥罗西书第3章22节到24节，我们一起来攻读。做奴隶的，你们所做的不仅是做给主人看，讨他们的喜欢，而是出于真心诚意，因为你们敬畏主，无论做什么，你们都要专心一意，像是为主工作，不是为人工作。要知道主会把他自己子民所保存的赏赐给你们，你们侍奉的是主基督。献诗，我们今天请志强小组来献诗，他们所献的诗歌是差遣我。在希望路人群中
我们谢谢志强小组所带的诗歌，愿在新的一年，主差遣我们每一个人，在2024年第一次的讲道，牧师要用仆人呼召成就命定来跟我们分享。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彼此来互道新年恭喜，耶稣爱你，好不好？给隔壁祝福一下。我们也谢谢志强小组用差遣我配合今天的主题一起来见证神的话语我们在分享主话语之前，先来做祷告。谢天父上帝，感谢你满满的恩典在我们当中，我们确信新的一年你美丽的创造，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你这个创造是何等奇妙！一个新的开始，我们也要在教会当中重新决志，重新受呼召，在神的圣工上面，我们一起努力来参与。愿神将恩典赐给每一位弟兄姐妹，也让我们看见你的爱是何等的大，让我们在每一个时刻、每一个地方都经历到神的同在。我们愿从神的话语得到学习。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听到仆人在现在这个社会对仆人的定义就非常差异很大了以前是真正的有仆人特别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可能有亲戚啦或是有人移民到东南亚去。东南亚因为它的贫富差距很大，可能有一些家庭呢，他们有需要经济上的资源所以呢，菲律宾印尼很多仆人就是说一个家庭里面请了好多位仆人这样子，很习惯很习惯。但是在台湾比较没有仆人的这个名分或是呼召，顶多就是我们的协助的工人或是管家那一类的。但是在早时候，仆人的意义就很大。有的是真正甚至是奴隶，因为在那个早期的比如像罗马帝国的时代那个社会，在耶稣的他们生存那个时代，保罗那个时代这个仆人或是奴隶就是非常非常普遍的存在非常普遍的存在。那我们从圣经里面的话语，其实是衍生到后来成为神属灵的仆人，那就更有很多属灵的含义了今天我们所读的第一段经文，以赛亚书61章1到2节，这段经文我们听起来很熟悉。那其实就是我们在座的指南执事他成立的48的那个咖啡福音据点那个经文就是路加福音4章的18节，它其实就是引用到这一段经文的。就是说，以赛亚的原始经文是在这里。那耶稣当然他开始出来传福音，就用那一段话再重复一次，表示这段话成为教会或是信仰或是我们为神工作一个重中之重，或者是核心的核心。那等一下我们会做经文再一起学习了那我们刚刚讲上帝仆人的真理，在古代的社会，奴隶仆人是非常普遍的，尤其我们知道以前呢，在还不是一个民主的社会时代，很多人因为比如说征战，比如说抢夺，或是一个国家攻打一个国家，所以把这些人就抓来当什么？当奴隶，因为很不像现在有机器有各样的工具，所以那个奴隶是他们最好的工人。那我们又可以看到，犹太人曾经有一段时间亡国他们就被抓到巴比伦亚述帝国很多人是做奴隶的。虽然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比如说但以理这些官员，他们是因为在神特别的呼召之下，成为那个异国的一个重要的使臣。那更不用说以色列人为什么要出埃及呢？为什么要出埃及？是因为他们在埃及生活了几百年。约瑟
的影响力结束之后，这一些以色列百姓就变成奴隶了，被法老王拿来当他们最好的生产工具。所以有这样的氛围跟背景，我们就可以看到圣经里面讲仆人或是奴隶的意义是很广的。不过今天我们要从这段经文来学习什么叫仆人的真意哈。早上第一堂，我们举行了这个新任的长职、首长就任及中保代祷同工差派礼。那当然，因为我们是2堂礼拜，所以不得不集中在第一堂了哈。有的弟兄姐妹就很可惜没办法参与。照理讲，长老跟执事的差派呢，要所有的信徒一起誓约哦。就说长老誓约完信徒要誓约说，我也要支持他们，然后不过因为我们2堂礼拜或是3堂礼拜就没有办法这个面面俱到。不过我们仍然可以从这一些长老的誓词的宣告里面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长老职分的一个提醒哈。这个长老封立的宣告有讲到3个重点。第一个点，他说旧约时代有长老、祭司跟利未人一起同工来管理圣殿及会堂。我们知道旧约时代这样的制度是从旷野时代就开始了，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他们经由摩西遇见神哈。刚刚我们唱的那首诗歌摩西看见神的荣耀，那就把所有的那个神的誓约经文都放在他们的所有的教会的侍奉当中就会幕这个会堂的这个侍奉里面，所以他就开始的有这样的像利未记啦、生命记这些制度就开始出来了。那个制度当时是旧约时代有长老、有祭司，而且神还特别派了一个支派，就是利未人，他们就专门做圣殿的工作，他们就做服侍神的工作。意思说11个支派，大家去努力去寻找这些食物或是这些所有的民生的必需品，直到进入迦南地也一样。然后以利未人他们这个支派就专门来服侍神，等于11个支派要供应这个利未人他们的各种需要。那这个是原始的那个制度哈。那到新约时代，他说也设立智慧的长老跟传讲上帝话语的牧师，一同眷顾他的教会。那离开了会幕以后，又经由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已经被曾经亡国嘛所以到国外去了，所以那一种礼仪的流程就慢慢被简化掉。因为在国外你能够敬拜神，那就不简单了。所以为什么犹太人有会堂那是会幕的一种新的形态。因为在外地你总不可能盖一间像耶路撒冷的圣殿那么大当地的那个政府或是当地的国家或是王也不允许你这样做了，所以变成有一点类似分支像那个家庭教会一样在一个小小的会堂里面，他们就继续来读圣经，来研究神的话语。然后他们就说，后来到新约时代了，延伸到新约时代，耶稣创立了教会，然后就有制度出来，就是智慧的长老跟传讲上帝话语的牧师一同来眷顾他的教会。从那个时候到现在，这个制度一直延伸。当然，有的教会就像我们长老教会一样，有长老跟执事，有2个阶层的分别，但其实都大同小异，就是有牧师跟长老一起来智慧那我们的长老教会的宣告，或者说长老教会对长老的职分呢，有这样很清楚的描写。他说，长老的职分是要与牧师共同治理教会，访问有病痛的，鼓励冷淡的，教育年幼的，带领慕道的，造就信徒的信仰，做信徒的榜样。所以你们可以从这里看到说，这些工作，我们的印象中好像就是牧师的工作嘛。其实牧师也是长老牧师也是长老，他叫做神话语的长老，只是称呼把它区别出来而已。那从这样象征，我们可以知道说，长老教会它所谓叫做团队侍奉啦，就长老跟牧师组成了一个小会，这个小会就成为
治理整个教会大大小小所有的事工，无论是看得见的硬体的建设，或是属灵的这种建设，都是长老跟牧师，只是说他们有分工，但因为一个教会要有一个领导者哈，所以通常以牧师的一个身份为一个呼召的一个核心，但是其实是每一件重要的事工都是长老跟牧师一起讨论、一起分享，然后一起去探讨到底合不合适，那就决定的时候就是大家一起同样有份。我们感谢主，互祥教会从开始开创48年前到现在，神差派了不同时代的神的仆人，除了牧者以外，就是这一群非常让人家敬佩或是他们敬重的长老执事，他们一起服侍神。在10几年前教会开始转型的时候，其实我们除了长老跟执事之外，我们又增加了小组长，又增加了侍奉团队。那这2个其实就是等于把牧师跟长老的境界拓宽了。牧师就是牧养，对不对？讲神的话语嘛。那小组长就是把牧师所讲的话语在小组里面再一次强调，再一次复习，再一次鼓励。那另外还有怎么样？关心这些小组员，关心他们的需要，属灵的需要，还有包括身体健康，还有联络关怀。那以前呢，这些任务可能就是牧师一个人要总包了，但是信徒增加到一个程度，牧师是心有余力不足，因为他没有3头6臂啊，所以小组长的职分等于就是牧师的延伸。那侍奉团队呢，等于就是长老跟执事的延伸，而且他有明确的制度，有明确的身份，有明确的这个领袖。那这个工作一发布下去，按部就班都完成了。那这个是我们教会很难得的一个属灵的资产，也希望能够继续把它强化，继续有更多人投入这样子。所以无论是在台前立约被案例，或是一般的差派，都成为这一个整个侍奉团队的一部分。换句话说，这一群都是神的仆人，神恩典的这个差派。那我们看到核心的神仆人的任务是什么？以赛亚书61章1到2节，他这样宣告上帝仆人的真理。第一个是受谁呼召，是受谁差派？他说：“上主的灵临到我，他膏立我，拣选了我。”第一堂礼拜的时候，我们第一次当长老的，他们要被按手，表示说，代表像当初受差派说上主的灵他膏立的意义。这样的话，这种拣选不只是我们用选票投出某某人担任长老执事，而是象征了神的差派。神借由每一个人的手投了一张票，来成就他的差派以及他的领导。那所以说，这个恩典是从神而来。第二个，就招什么任务呢？就刚刚我们读的这一段非常重要的这个向贫穷人传福音，医治伤心的人，宣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得自由。这段话历代以来都成为每一个教会或是每一个神的仆人重要的任务。不过在传讲这段话语的时候，大概会有2种不同的解释，也是说2种不同的发展的力量。第一个就是属灵的意义，就是说这个话语应该是属于属灵方面的认识，比如说向贫穷人传福音，是因为向这一群心中贫穷的人，或是说心中有劳苦的人传这个福音。那医治伤心的，就是他们有苦毒啦，有任何这个心里面的软弱呢向他们的透过神的医治，然后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得自由，同样是属于心灵上的被捆绑了，或是被魔鬼所搅扰了。那这个比较属于属灵方面的。不过更多的是有人用这段经文成为他们在社会
向普罗大众、所有的百姓，这个宣讲的一个重点。什么意思呢？就是实质的在社会里面带来这个翻转，带来翻转。所以有人把它称为这个叫做另外一个那个大使命了哈。你知道，大使命就是马太福音28章那段经文，但另外这个就是一种向社会传福音的一个属灵的任务啊。所以很多人借由这段话语的激励呢，他们实际是投入整个社会的改造。早期呢，我们看到英国的那个国会领袖，他们为了解除黑奴，他们就是靠着这种信仰的宣告说，这些黑奴不再是我们这个时代应该存在的。早期罗马时代啦、保罗时代啦，或是历代都有这样的一种制度，但是我们应该按照神的话语，应该让他们得自由。所以其实解放黑奴是从英国先开始的，后来林肯在美国也同样接受了这个呼召，他为了解除黑奴，甚至发起就是引起了南北战争，知道哈？这个南北战争非常惨烈。美国国内战就有这一个了，他们就是为了这个战争，那目的是为了什么？为了要使他们得释放，所以他们就是从这段经文领受到，你在这个社会上，要实质让百姓真的得自由、得平安、得医治。所以很多人投入到偏远地区去传福音。其实我们如果广义上来讲，160年前来到台湾传福音的宣教师，他们从医疗开始，其实也是在福音这一段经文所归他们的呼召。所以换句话说，仆人领受的任务就是这段话所对我们所交代的，而且这个权柄是从上帝而来。他说：“宣告上主拯救他子民的恩年，去安慰悲伤的人。”弟兄姐妹，我们无论是长老、执事、各团队首长或是小组长，我们都同样领受这样至高无上一个属灵的任务。无论是在传福音属灵的释放，或是在实质上投入各样的这个社会运动，都是为了要让神的这个呼召或是神的使命能够完成。我们也知道很多基督徒投入政治运动，以前可能在不是很民主的时代，有人愿意投入这种释放的动作，让整个人民有各样的民主的自由，这些都是各地方很多基督徒努力的方向哈。那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第二段经文曾经提醒我们这个世上的准则是什么？在哥罗西书3章22节，当时的奴隶他们必须臣服在一个主人的差派之下，但是保罗勉励他们说，其实你们在这个可能不是很自由的环境之下，你们顺服主人，你们努力工作，其实你们不要以为我只是为这个主人来当奴隶工作，而是因为你们为神工作，这个是何等超越的一种能力。那藉由这样的鼓励，让很多在困苦当中的奴隶，他们得到一个属灵的力量。那从这一段经文来延伸出来，成为今天我们所谓工作的伦理。我们在社会职场上，我们做事情的态度，虽然我们是臣服在一个公司老板或是一个事业体的这个员工，但是你基督徒的身份是我是为神在工作，那是非常超越的一种态度哈。所以他说，奴仆要事事听从主人，不仅是做给主人看，而是出于真心诚意，因为你们敬畏主，忠于职责。哇，这个不简单了哈。如果我遇到一个不是这个我们说不良的头家，哇，要怎么在他的手下做工作，很累哈。当然现在职场上也很自由，你说觉得我的薪资觉得不满意，或是他的要求太多，其实现在劳基法已经定了很多保障劳工的工作了哈。但是有时候这个主人到底对于
对于他的员工好不好很难讲啊哈。上个礼拜我们的邱毅老师不是做见证吗？哈，到底怎么样让他的主人对他好？有时候很困难去改变呢。但是借由祷告，这神竟然改变了主人的心意，那真的是太奇妙了哈。但是从保罗的角度是说，我们在某一个职场里面尽你的本分，你其实不只是为这个主人工作，而是你为神工作。所以因为你敬畏主，超越了你原来应该守的职分。我常看到有一些人在职场的见证了哈，好像觉得很多职务、很多工作本来不是你做的，但是你就是承接起来做，看起来好像很吃亏啊，多忙多事情。但是后来发现说，那些历练成为你升级的养分，或是成为你被老板赏识的养分。那到底是吃亏呢，还是便宜就不知道了。那基督徒因为有这样的心态，常常我们在职场上被别人所认定跟肯定，其实跟我们的信仰是有关的。因为保罗这样跟我们讲，当仆人要为主人工作，那我们现在的职场，我们为老板工作，其实他说是敬畏主。他说侍奉伦理是什么呢？是专心一意为主工作，不是为人工作。当然有时候在实际场合上面觉得，哇，这一关要怎么过？不好过哈。他其实同样，如果你是企业主，如果你是一个老板，你怎么样让你的员工觉得说，我为这个老板做的是很值得的，因为好像我这个老板是基督徒，我为他做，好像也为神在做。那这是新的一种职场伦理，是从信仰上所知道的。所以主怎么报赏呢？可能眼前感觉上好像很吃亏，但是他说要知道，主会把他自己子民所保存的赏赐给你们，你们侍奉的是主基督，那就是更奇妙了。如果你不进入到那个信仰的境界，你会觉得这个有点像天方夜谭。明明我的年终奖金都被扣掉了，或是我的薪水被7折8扣了，都没什么好的结果呢。但是你怎么样让你的工作成为神所报赏的一部分？那真的是奇妙。换句话说，神为你保存的，比我们的劳保6%还重要，因为他帮你保留住，而且是恩典丰富的给你。因为他说你们侍奉的是主基督。所以今天我们虽然在讲长老执事的就任是一种属灵的任务，属灵的神的仆人，但其实也在这段经文当中，让我们在神所差派我们在这个职场、公家机构也好，或是私人机构，或是你自己当老板，都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因为当你发现你所做的是为神而做的时候，你会少了怨气，少了那些批评，少了那些挑剔，少了抱怨，而更多的从属灵上看见你做的神为你预备了。那个酬劳可能没有办法马上看见，好像年终奖金马上花到你的账户里面，但是神要为自己子民所保存的，那个保存是永恒的，是永久的，因为你们侍奉的是主基督。那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所差派的，因为他不是领薪资的啦，他是一个完全自愿的工作，所以我们的指标也是变成更超越。就是说，教会差派侍奉者是超越世上的准则，因为你负担的是一种属灵的任务，有时候是看不见的。像我们刚刚看到长老的差派，要去安慰这些那个伤心的人或是我们要去教导那些基督徒，他们有属灵的一个成长要帮助牧师来牧养，或是访问有病痛的要去教育那些年幼的，带领慕道的，这些都不是一个很实质一个什么业绩的任务。但是这个属灵的工作，我们应该是超越它，因为这个属灵任务是上帝国的扩展来努力。好像上帝国的这个整个事业的业绩比超越世上任何的，而且它是永恒的、永续的。
那成就上帝在每个侍奉者的应许跟命定。长老也好，执事也好，团契机构的首长也好，或是小组长也好，请记得我们在神的恩典之下，是领受这样从天上来的职分。这个职分是美好的，是超越世上的工作伦理的。那神在你身上有什么命定呢？我们互强教会呢，刚刚我提到了，从开创的时候，借由王忠信牧师，神差派他在这一块土地建立了教会，有一群神恩典的仆人、长职、同工，就一起委身，到现在48年。虽然经过了好几代了，但是神一直跟我们同在。换句话说，我们努力在突破原先那种刻板印象，好像这个教会只有牧师是领薪资的、领谢礼的，所以工作就是他做，那我在旁边看着做，不是，而是因为神借由这位专职的牧者来呼召大家同心投入这个侍奉，因为你我都是上帝的仆人。有人是领社会的薪资，但是来做属灵的工作；那教会牧师是领了教会的薪资，是这个借礼来呼召大家一起成就神所命定的工作。那这个是很奇妙的一种所谓的属灵的组织啦，属灵的组织。所以牧师有时候常常会用这样的比喻这样比喻来描述一间教会到底它强不强盛，这间教会到底有没有动力就一种比喻来讲，一个比喻是说，这个教会的牧师牵着一头牛，然后再拖一台牛车，而且有点要上坡那些教会的长职呢，或是这些同工就坐在牛车上面那开始喊说向前走，往上爬坡，那个拿着鞭子鞭那一头牛这样子。那牧师在底下推着这一头牛喘吁吁的，那个牛因为没有水喝流了一些口水，因为喘不过气来这种感觉。那这辆牛车大概能载多少就有限了因为跑不久也跑不远这个是一种教会的形态，就是大家看着牧师做，其他人就坐在那边纳凉这样子。那个强盛的教会是什么比喻呢？就是说，好像在农历5月这个端午节在划龙船。那龙船呢，它一艘很长有个龙头在前面，然后有尾巴，一排划桨手，每个人拿一支桨，然后站在水边，把这个船上靠近水边，然后听谁发号施令呢？听那个敲鼓的那个领袖，蹦蹦蹦就一次要同时划，你不能我划1你划2，划那个水就划不动了，那艘划龙船就划不动了我们知道有时候因为划龙船又不是常态性的工作台湾曾经有一段时间有职业选手呢，专门在跟人家国际比赛的，那就不简单了那通常都是因为连结到了哪一个公司哪一个单位，那就派一群人来他们没有经验又疏于练习一开始划的时候，糟糕，这个龙船不是往前了，是一直绕圈，因为那个不稳定了，那个水流就不稳定，那船就不能跑了。但是训练有素的龙船划龙船，是因为前面有一个抢旗手，拿一个敲锣鼓的，你知道后面还有一个握桨，就是握那个舵的，那其余的人是怎么样？听那个鼓手蹦蹦蹦，那就划，往后就是往后，往前就往前这样子。那所以这艘龙舟就跑得很快，然后那个抢旗手就把那个旗子抢了下来，就得胜。那一个兴盛的教会就是这样子，它有不同的职分，但是每一个人不是赢底下无代志前面在敲鼓的，后面的掌舵的，可能是教会的牧师或是长老领袖抢旗手是最有活力的，但中间所有的人，每一个人都一直讲，你不是坐在那边赢无代志，就是
往前滑。那我们看见说，这样的龙船的教会就是充满了活力，每一个人都是出了一份力。弟兄姐妹，我们期待我们富强教会就是一个划龙船的教会，每一个人都有职分的，只是你的职分不一样，但是你是神的仆人。最终的任务就像刚刚我们读的这段经文，你愿意一起投入成为一个神所高立的，你被拣选了，而且是向贫穷人传佳音，医治伤心的人，宣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得自由，是因为我们负的这个属灵的任务，包括有人从事社会工作，也是一种社会的福音的工作。感谢主。其实我们知道，上帝的僕人在教会上我们很清楚，但是其实广义上，我们这个礼拜六不是要选举吗？哇，我们已经有1年多的时间一直在听这些选举人的诉求，对不对？那我们要一起为总统跟立委选举来祷告。虽然属世的国家领袖，但是从圣经的教导，他们也是上帝的仆人。意思是说，这样的仆人到底有没有遵从神的旨意，我们没有办法去判定，因为他可能不是基督徒。但是我们真的是要求上帝选派合他心意的。这些人有什么标准？从基督徒的标准是，他们愿意求他的国跟他的义。我们都知道台湾从有选举制度以来，很多人都会钻那个选举的漏洞了借由这个来巩固他的家族，或是巩固他们家里的更多的所谓的利益吧或是在社会上有更多权利。特别在地方性的领袖呢，哇，这个一个城市要都市计划啦，要土地延伸啦，哇，很多美感有权利就有机会，他们只是为了得更多利益而已。但是我们台湾的领袖需要这样的领袖吗？不是啊，我们是期待说，这样的领袖真的是求他的国跟他的义的领袖，来领导这个国家。也许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们的政治光谱或是你们认同都不一样，但是我们总是能够在神的旨意下说，这样的领导者，我要投他的票，到底是为了感情因素，还是为了我是党派的因素，还是因为我认为评估起来他比较合上帝心意的仆人，这是很不简单的选择，对不对？那期待我们用祷告的心，是因为神恩待我们这个国家，我们台湾这块岛屿，有新的领袖，是合神心意的仆人，而且是他追求国跟义的领袖来领导我们的国家，让我们在这边居住的每一个百姓都能同时得到照顾，有平安，有喜乐，这是我们最大的期待。愿神恩典跟我们的国家的领袖同在。其实这样的呼召不是平白的把它连接起来。早期大卫被撒母耳膏立，你知道大卫就是王嘛，属世的国王，但是他是被属灵的领袖所膏立的。你也知道说，扫罗当时为什么会得罪神呢？他超越了属灵的任务，原来要献祭的是祭司，他竟然说我是王，我自己来献祭，不得了，干犯了神的旨意，到最后被废掉。所以从这样的，特别是西方有教会传统，政治领袖其实是臣服在神的恩典之下。好，那撒母耳就是膏立了大卫，我们就看到中世纪比较属于教会皇权时代教宗通常都是为国王加冕，你知道吗？是国王要跪在地上，然后由教宗为他加冕。换句话说，西方的传统这个很清楚，所以现在包括西方一些领袖包括美国的总统要选举，他们都知道他要按圣经来就任，是因为他们也是神的仆人，只是说他们所治理的是行政的事务，是国家的安全的事务，但是他们是同样是神的仆人。这样这个国王跪下被教宗或是宗教领袖所加冕是非常普遍，而且是非常久的时间。直到后来民主制度开启了，藉由选民，
其实某种程度，选民就是当时的教皇。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属灵领袖，他是管理了这个地区所有的百姓，然后他们是属灵领袖，然后代表这个属灵领袖代表人民来按立这个国王。那今天没有这样的制度了，但是选民用每一张选票，让神的旨意能够呈现，那选出合神心意的仆人。愿神祝福我们教会的所有的领袖，也祝福我们在礼拜六要选出的新的总统以及新的立法委员。我们要一起来做祷告之后呢，我们要来差派我们所有这个中保代祷的同工哈。我们现在做祷告。谢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有份于你的圣工。主啊，我们曾成为神的仆人，在人的角度上，仆人好像名不见经传，好像是很低下的工作。但是保罗、大卫、摩西，他们以成为神的仆人为荣耀。是的，主啊，我们教会有一群神忠心的仆人，无论是牧师、长老、执事、小组长、事奉团队首长、机构首长，包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都有这个荣幸，有这个福分，看见神的荣耀，成为神的仆人。主啊，愿你所差派的是圣灵亲自膏抹在我们身上的，是我们愿意执行、愿意来完成神所命定的。神啊，我们将今天早上受差派的长老、执事、团队首长以及中保代祷同工都交在你的手上。当我们愿意为神工作、为主基督工作的时候，我们在世上所做的要荣耀神，我们在教会所做的要开展、扩展你的国度。愿神将这样的恩典赏赐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中。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接下来要做差派，那呼召以及祝福，我们要请在唱这首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这首诗歌，我们所有的中保代祷同工一起聚集到前面如果人多一点，可以2排甚至3排我们其他弟兄姐妹在原地，我们坐着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有敬拜团的同工也可以拿麦克风帮忙一起唱一起来。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走侍奉的道路，在的门，在的路，一起来。背起我的十字架，这首诗歌成我们的祷告。来，当我走完侍奉的道路，我必看见主的荣光。可以拿一张事业的纸条。荣耀的主耶稣。他必欢喜，这个纸条可以穿下去传下去。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被兴起，奔走主道路，主的荣耀遮盖全地势。我要站起来敬拜赞美，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全地的救主，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荣耀的君王，你是荣耀的君王，你是荣耀的君王。感谢主，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一共有70多位代祷的勇士，在第一堂跟第二堂
一起受差派，一起受祝福。而且有的同工可能是有2次的服事，所以70多个人有80多次，1个小时，甚至就是说1个礼拜有80多个小时，有人在祷告室为我们做代祷，为我们做中保守望。弟兄姐妹，你跟我都有份于这个事工，无论是你在祷告室，或是写了一张祷告卡，或是你为这群代祷同工来祷告，我们都有份于这个属灵的征战的事工。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代许许多多的邪恶以及攻击，我们需要属灵的力量来抵挡，来征战。我们这群代祷同工，他们在参与这个征战的时候，需要有人为他们加油、鼓励跟打气。这个是一个征战的一个力量的来源。愿神来赐福这一群属灵的同工。这个时候，你们来看荧幕或是拿纸条。当我说我的时候，你们就念你自己的名字，我们就一起来念读这一段差派里的文字。好，预备，我一起愿意接受上帝的赐福与差派，忠心委身于教会的中保代祷事工。2，我愿意遵守中保祷告服事的时间，参与守望祷告的责任与使命。3，愿上帝与我同在，并垂听我的。阿们。感谢主，我们一起来为他们做祝福。我们在座位的弟兄姐妹可以举起你的手吗？祝福的手，我们一起为他们做祷告。谢天父上帝，感谢你今天差派了第48期代祷同工。主啊，他们在1个礼拜当中，有的是在早上，有的是在晚上，进入祷告室，为的是要高举祷告的手，为神来征战，因为他们是属灵的任务，为各项代祷的事项来守望。他们不只是为弟兄姐妹来祷告，为教会祷告，为国家来祷告，他们也为自己的需要来祷告。神啊，因为他们为别人所祷告的祝福，也要加倍来实现在他们的身上。神啊，将这样的恩典赐给他们，让他们越祷告越服事越甘甜，也他们越祷告越看见神的属灵的力量是何等的大，看见神的应许，看见神的祝福，看见神的神迹奇事，就增加他们见证的力量。神啊，赐给他们属灵的智慧，他们每一次要到教会祷告，求你保守他们出入都平安，也在他们的工作、在职场、在家庭、在健康都是得神的保守，因为在他们身上要显现神的荣光跟作为。奉你们来祝福他们在这一季所要进行的侍奉，神的恩典跟他们同在，也应许他们在你面前所做的祈求。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手放下，我们向后转好吗？我们一同热烈的掌声来祝福他们这些属灵的勇士。感谢主。好，请回座。那期待呢，我们时间允许的话，你也可以加入哈。我们不要考虑困难，说已经有人排了，我就不排。其实我们有2间祷告室，其实还有第3间是在我们教堂的楼下，还有1间。所以如果同一个时段有3个人也没问题，你就1个人1间哈。甚至有人想要做 RPG 也可以2、3个一起祷告所以唔惊伤济人啦惊无人啦愿神的恩典跟大家同在。好，今天呢，除了这个中保代祷差派，我们要先请我们的门徒学校要在1月21号开始第7期了上门徒学校有什么样心得呢？有什么样的感动呢？有什么样的学习呢？我们要请鹰展小组的韩启志小组长来分享见证，我们拍手来欢迎他。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我参加教会的门徒学校的心得跟经验。我在2014年在富强教会受洗成为一个基督徒也成为一个上帝的儿女。但是一开始的时候，我只是跟大家一样坐在台下，一起跟着敬拜团来唱诗歌敬拜，做礼拜时认真听牧师的讲道，
也一起参与奉献，每个礼拜都行礼如仪。我以为当一个基督徒这样子就够了。虽然那时候的蔡牧师他一直鼓励我们要参加教会的门训课程，还有查经班，但是我想说，我自己的工作那么忙，我那时候有3个工作，那怎么可能有时间来参与教会的门训课程？那后来在2021年年底，我接下了鹰展小组小组长的职分，我当时很惶恐，很不安，我很怕没有办法成为一个称职的小组长。但是上帝他用箴言16章9节告诉我，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所以我将一切交托主来带领。我是一个维修电脑的工程师，我是一个教青少年创意程式的电脑老师。有一次我在帮一间幼稚园的园所在维修电脑的时候，我在园长的荧幕的下方看到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教育无他，唯爱与责任”。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身为一个教育工作者，也身为一个教会的小组长，我怎么样学习以基督的心为心，用主耶稣对我的爱来爱人，也用主耶稣对我的祝福来祝福别人，更要用主耶稣对我的安慰来安慰在困苦中、在软弱中需要帮助的人。学习主耶稣的样式，在生活中能够活出主耶稣的教导，成为一个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之心的基督徒，来成为众人的帮助与祝福。我知道自己的软弱与不足，尤其身为一个小组长，我如果连一些基本的基要真理，连一些对基督教信仰的基本认识都不足，不要说带领一个小组，连我要传福音给周遭的亲人朋友，我都不晓得怎么样来介绍我所认识的那位带来救赎与盼望的主耶稣。所以我毅然决然的就报名了我们门徒学校第1阶段的课程，总共有19堂课。其实每个礼拜早上9点的课上完之后，大约10点半，然后接着参加第2堂的礼拜，其实并不会很累。但是在课程当中，那么有很多满满的收获，让我重新学习如何成为一个基督徒，重新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这位垂听祷告的上帝，还有主耶稣他在十架上的救赎与恩典，以及过一个圣灵充满、顺服与蒙福的基督徒该有的灵修生活。透过神所拣选的讲师，这些属灵的牧者、长老跟长辈，分享他们的信仰造就的过程跟见证，绝对会让你有满满的收获跟感动。我记得我们的讲师之一，也就是迪波拉小组的小组长，我们昨天娶媳妇的瑞玲姐，她有跟我们分享，她说很庆幸，我们要珍惜，因为我们是富强教会的一份子，我们教会有这样完整的门徒培训的课程，这是有许多教会所无法提供的课程跟资源，能够帮助我们在用最快的速度来认识这个美好的信仰，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所以今年我也决定要再参加进阶班，也就是我们第2阶段的门徒学校的课程，总共有8堂课，应该是3月份会开始。最后我要分享一个故事，有位著名的芭蕾舞舞蹈家，他在他80岁生日的时候，有很多人献上祝福，也有称赞说，听说你从小就是个天才。可是他听了心里很不以为然，他说每个人都可以是天才，只是有些人只有5分钟的热度，而我的热度却持续了80年。在以弗所书1章17节有提到，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今年我们的富强教会的门徒学校第1阶段即将要开始，从1月21号到6月16，每个礼拜早上9点开始，一样是19堂课。鼓励大家，不管你是老会友还是新朋友，我们要一起来参加。除了主日礼拜，我们是否也可以挪出时间来参与这样的课程，这样有意义的课程？在我们富强教会，我们即将要迎接50禧年的阶段，我们富强人千万不要只有5分钟的热度，我们要持续的眺望我们心中那把属灵的火。求主光照每一位弟兄姐妹，
让我们能够不管在灵命的成长上，我们不要再太过自信跟自满，而是要有更渴慕的心来认识上帝，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要领受神的启示和他的教导，让我们成为一个能够让自己受造就、受装备，成为神所喜悦的门徒，将来成为一个能够让神所使用传福音的使者。简短分享，感谢主，以上分享，愿上帝祝福你，谢谢。我们谢谢启示小组长的见证了哈。那见证无非是要让大家觉得说，哎，这个真的对我们基督徒有很大的帮助。啊，我们在这个就是等于是教育事工的组里面，负责这个常态性小门徒学校的就是我们的硕荣长老，他很用心安排这个名单，很棒的指导老师哈。那我们期待啦，第一个你是老会友，但是你还没上过这个课，记得来。如果说你上过一次还想再复习更好啊，特别是今年去年底刚受洗的弟兄姐妹，或是去年全部刚受洗的，都可以参加这一个研习。还有包括你还是慕道友，你想说到底基督教的真理是有多么美好，我看看来研究看看，你可以先来上课。我们有很多位是先上课完才受洗的期待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门徒学校的富强门徒学校的学生，第1届、第2届、第3届，我们基督徒都成为一个美好的一个教导的领袖感谢主愿神赐福我们每一位。我们把时间交给惠鹏长老，我们也准备来奉献。我们一起来奉献。我们一起起立来唱奉献的诗歌《一生爱你》。我们今年度将我们个人奉献在神的面前。坐。我们一起来攻读本月的经文，记载在诗篇103篇第8节，一起来读。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诗篇103篇8节，再一次，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诗篇103篇。我们今天是我们2024年第一次的聚会。
我们看周报的枫叶哈，我们今年度的年度主题，我们再念一次好吗？门徒传承其宣扬，丰盛喜年正神恩。愿神来赐福我们今年的事工。下周的聚会是大专纪念主日，我们由中心的主任高伯恩牧师来证道，那诗会是慧琪执事。我们今天第一堂聚会的时候，我们有案例3位新的长老。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教会很久没有案例新的长老哈，在最后一次在4年前是林清长老。我们今天很开心，我们有3位新任的长老被案例，愿我们弟兄姐妹也为他们来服侍、来代祷，因为长老在我们教会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跟牧师一起来同工。我们看报告第7点我们2月25号会举行和会资料会员和会，请我们在今天各单位要把我们的整年度的结算预算，还有我们新年度的编列预算，用电子档来交给干事。那第8点是我们将在2月27号到2月28号要举行全教会的小组长退休会，在林子内教会。第9点，我们约书亚牧区的48咖啡要有个新的事工，就是418果子学园，他们要提供小学生、国中生有温暖放松的空间，来完成他们的家庭作业。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些志工的投入。我们看第11点，今天下午我们告教会刚新任的郭新恩执事，他所开设的奇恩中医诊所在下午3点要举行开幕恩典感恩礼拜，我们弟兄姐妹来参与跟关心。还有在我们教会99的吴慈恩牧师，在这个礼拜4下午3点要在长荣大学的礼拜堂要举行进城退休感恩礼拜，愿神赐福给他们。我们请牧师来做补充报告。好，刚刚谢谢魏鹏长老特别提到我们有新的长老就任，那我特别提一下，在周报有写的我们要感谢2024年任满轮休的长职同工长老，有谢成佑长老、李荣谦长老，还有高林清长老。我们的这个轮休的执事有李宗杰执事、廖修平执事跟卢坚仁执事，谢谢他们4年来所参与的服事跟恩典愿神祝福他们。那我来介绍一下新朋友在我们当中谢谢新朋友。首先呢，要先恭喜了昨天在教会一场非常棒的婚礼，热闹的婚礼就是我们的龚寿文医师、邓瑞玲小组长他们夫妻，今天他们的亲家节目陈先生夫妇也来到我们当中，我们拍手热烈欢迎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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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恭喜恭喜来送一个纪念品给你们谢谢陈立刚先生昨天一个非常感动的婚礼而且其中最棒的演出是我们的寿文律师非常感人2位孩子刚刚有来可能先出去了先离开圣神恩典跟他们同在也祝福这对新人呢，就是我们的龚成玉还有陈盈荣，他们夫妻都住在新竹那个地方在竹科工作，求神恩典跟他们同在，也上帝祝福我们的陈先生他们是住宜兰欢迎你们常常来台南来修吹，多谢。我们也欢迎我们今天有4位新朋友在我们当中来。第一位是苏子涵，苏子涵在哪边？先离开。好，第2位是徐玉芳，玉芳姐妹来欢迎你。玉芳姐妹她是属于号角教会欢迎你来第3位是我们的陈美琪，美琪姐妹欢迎你。欢迎美琪姐妹他们坐在最前面就是合我们教会的要求，从前排开始坐，哇，太好了欢迎你常常来这边跟我们一起敬拜神第4位是张弘毅，张弘毅弟兄欢迎你跟西道小组、西道长老来带领他们感谢主，我们今天有很多位新朋友来我们当中了也顺便报告一下，
我们前面有很多漂亮的花，是昨天婚礼完成非常的布置。不过这个已经有人认领了所以有人可以说哇，这个花很漂亮，我拿一支回去做纪念。是平常是可以啊，不过因为已经有人认领了所以你要贵州旁体对不对所以等一下小心拿，因为这个花花艺好插不好拿，这个要开车载来载得完收完了我们再来整理那我觉得也很感动。今天除了我们接到新朋友之外，我们要感谢主，我们的魏鹏长老休息1年，重新恢复工作，拍手鼓励来。哈利路亚，感谢主，神跟他同在这个治疗不简单不是治疗很不简单，但是我们继续为他祷告，因为经过一些治疗有一些后遗症耳朵听力了什么，但是求神来开启，重新恢复这个如鹰展翅上腾。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激励特别是我们有的是轮休了就重新恢复工作，有的是卸任准备休息，都有神特别的恩典了我再做一点点补充我们在投影片里面有这几项，我用这个投影片来补充。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有门徒学校，就是这个课表，如果你有需要可以到楼下去登记因为要登记才知道说有几个人要上课，我们会买这个手册这个表就是让你知道说有什么课程，哪一位老师要来教这个是我们的读经表，370天已经开始了如果你想要参与的话，你就领一张表，然后每读一次完成就把它打勾，最后370次完成了，有可能有人半年就把它完成了，也不一定不限时间次数你就在下面签名来交回来教会教会也准备纪念品送给你可是牧师很感动，就是去年我们各小组在统计背圣经的啦，或是读经一次的，哇，很多人感觉上我们教会那个潜在的力量非常的大再来就是这个刚刚说抄圣经，有人觉得我慢慢抄，慢工出细活这个是一本很有意思的牧师在手上，这个虽然是影印的啦，因为版权已经没有了所以它是很有趣，它就是上面是经文，下面是格子，所以一个一个对着抄可以抄圣经。我们的松联团契鼓励他们抄写，有人抄了2本、3本好像重复抄都没问题就是你在灵修嘛所以不急，不是为了把它完成作业，而是一边抄一边领受神的话语很多人都有很好的见证。第二种是诗篇，诗篇是我们跟那个风声出版社拿来做示范的，它有3本，因为一本刚好可以写50章50篇所以它是手抄圣经。它这个版本的手法是这样子，它直接把它印成浅色的文字在格子里面，你好像在白描一样，对不对？你拿黑色的笔把它描上去就一边写一边读经这个诗篇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到办公室去那边来就是来登记嘛，因为要先缴费这本手册的钱如果你完成了，会退回给你好，那第3个就是这个我们教会推动一个每一年都会推动一个新生活运动、敬虔运动，就是鼓励会友参加主日礼拜，再来参加祷告会，再来就是参加小组或团契，而且选择一项服事，这是我们长年以来一起的努力。今年我们增加2个小的精神生活，就是第一个就是准时，就是怎么样准时就提早到，鼓励大家不是说时间到了没差我一个啦，慢慢到就好，我们就准时提早到。第二个是坐在摇滚区现在多了一句话叫做坐在海景第一排海景第一排希望我们以后这第一排从第2排开始就很多人甚至你要坐第1排也没问题，除非有特别的典礼需要有人服侍，不然第1排都可以坐鼓励大家。那牧师再做一个最后的补充，那就来结束。第一个就是我们新年开始呢，我们就有那个约定奉献的一个呼召那牧师手上拿来这个叫牛皮纸袋，它是一年份的使用可以我们都放在那个奉献柜。那个牛皮纸袋很坚固嘛，所以可以用1年，而且你来登记说，我每一个月的11奉献或是约定奉献有没有完成？但是有人可能会找不到，就拿了一个新的来。
那这样到时候2、3个奉献袋到底要填哪一个？其实如果你这个用了哈没有找到，不用客气，你去拿一个普通的纸袋，写上你的月线奉献多少钱，填上你的电脑字那个代码，然后你写说我的原有的奉献袋遗失了，他们会帮你找出来，然后帮你补登录，但是等于一份就可以用1年就对，要不然你用了3、4个到时候不知道哪一个要誊写，不方便哈。那另外还有一个报告就是我们的为了50周年、50喜年的奉献，去年一共奉献了90多万，而且如果加上我们的菜桃有没有那个白玉萝卜啊加上我们那个做那个炒那个豆子的义卖超过100万，感谢主。那这个奉献袋是红色的。其实我们可以变成常态性的奉献，就是为了50周年，很多事工要推动，很多硬体要改善我们如果有感动，也许每一个月或是每一次，你可以拿一个1时的奉献袋，把它做奉献填在这个黄色的牛皮纸袋也都可以也都可以。感谢主呢，我们虽然很多报告，愿神呢赐福大家，让大家在领受的时候也一起来努力，一起来服侍一起来增长。感谢主，我们的报告到这边，我们请我们的诗会，谢谢。等一下我们有一个1月份的庆生会。在疫情过后，很多的教会的人数大概都会下降到流失大概30%左右那我们也期待我们教会弟兄姐妹能够守安息日那我们期待，因为我们第1堂的弟兄姐妹大概渐渐已经回流了那我们盼我们第2堂弟兄姐妹，你只要发现有一些小组的弟兄姐妹参加聚会的鼓励他来参加聚会。盼望我们在2年之后的50喜年我们2堂加起来的主日能够达到500个人，好吗？阿们。我们一起来唱颂荣诗歌《我的神，我的王》。我们仪式完之后，请牧师来做祝祷。我的神，我的王我要遵从你的命，我要永远承受你，我要天天承受你。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保守与相通，与每位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们。阿们。我们来请做默祷，预备来做庆生会。弟兄姐妹，感谢主，我们今天的礼拜到这边告一个段落。我们要请1月份的寿星都起立好吗？1月份的寿星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生日快乐歌。唱完诗歌，我们要请昌城执事代表来吹蜡烛。我们一起来唱华语的跟英文的。来，寿星请起立好不好？嗨，祝你生日。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来，稍等一下，我看谁那个摄影师呢？摄影师赶快来。这个昌城执事的寿星要留下照片。好，预备，请昌城执事来吹蜡烛。拍手，感谢主。恭喜哈！我们的史兰执事在上个礼拜，我们不是有年终祷告会吗？特别为昌城执事得神的恩典，
在建筑方面得到很多美好的成绩哈，献上感谢。我们也借这个寿星再次给他恭喜跟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你，我们为1月份的寿星每一位都得神的恩典来祷告。主啊，让他们在一年的开始，每一件事情行事为人都有神特别美好的保守。让他们在工作、生活、健康、家庭以及服侍你的心智都能得神的恩典祝福满满，也让他们在为主做见证的时候充满了神的力量。主啊，当他们家人为他们庆生的时候，也领受到这样温暖跟祝福，更有信心、更有力量往前迈进。我们也求神赐福在今天所有的弟兄姐妹，大家一起领受年初的恩典，到年终我们用感恩的心来到面前，奉你们来祝福每一位。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彼此祝福。我们楼下有中餐哦，哈，好，彼此说，上帝恩典跟你同在，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有送花的自己来拿哈。